电视，电视。他看了1个小时的电视。电影，电影。那部电影很好看。东西，东西。我饿了，想吃点东西。懂，懂。我不懂这句话的意思。都，都。我和妈妈都喜欢运动。读，读。你在读什么书？请你读这个句子。我明年要去台湾读大学。